公元21世紀，人類從未踏足過嘅孤島突然被發現，人類馬上派遣調查隊伍前往調查。喺森林嘅深處，竟然發現咗遺跡，而遺跡附近竟然發現咗生物嘅化石。調查隊伍嘅其中一人致力於復原呢種神秘生物嘅肉體，將化石復原成為肉體嘅技術，被稱為化石煉成術。依家你可以再現化石煉成獸嘅真實姿態，解開遺跡之謎。我哋有請化石研究所嘅田中博士出場，教大家化石煉成術啦。要使用化石煉成術，必須要熟練使用各種各樣嘅道具。時空煉成箱、重生之箱、XG 培養槽、身體煉成壺、復活注射器、XG 化石、煉成支棒、生命良羹、XG 煉成粉。化石煉成術嘅流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嘅5個步驟。首先係喺身體煉成壺入邊加入適量嘅水，並且用生命良羹加上 XG 煉成粉，然後用煉成支棒等攪拌2分鐘，就完成化石煉成獸嘅肉素。大家注意，我哋用一般嘅清水就可以啦。記住唔好用熱水。清水嘅多少就係視乎我哋製作邊一隻化石煉成獸。例如1格嘅培養槽，我哋就跟1份水；而3格嘅培養槽，我哋就跟3份水就可以啦。放入身體喺煉成壺入邊嘅 XG 煉成粉，必須要使用生命良羹仔細稱量，盛滿1個培養槽所需要嘅 XG 煉成粉係用生命良羹平整地咁樣取5羹。喺時空煉成箱裏邊放上想要煉成嘅化石煉成獸嘅 XG 培養槽，並且放置好 XG 嘅化石。注意 XG 培養槽同埋 XG 化石放置嘅順序同埋方向。蓋上時空煉成箱嘅頂蓋，然後將左右兩邊嘅手臂扣上並且鎖緊。將調校好嘅化石煉成獸肉素倒入去針筒型注射器入邊。記住要用手指撳住注射器嘅前端，如果唔係，肉素就會流出嚟㗎啦。然後將復活注射器嘅前端放喺注入口，慢慢咁將肉素注入，最後等20分鐘，直到肉素完全凝固。XG 培養槽上邊有好幾個注入口，大家盡量喺所有嘅注入口逐少咁樣將肉素注入，咁肉素就更加容易滲入去到 XG 培養槽裏邊嘅每個角落。20分鐘過後，可以解開時空煉成箱左右兩邊嘅鎖扣，打開時空煉成箱嘅蓋，然之後順序咁喺上邊攞走 XG 培養槽，跟住就可以見到化石煉成獸嘅姿態啦。將剛剛誕生嘅化石煉成獸放到專用嘅台座上面進行裝飾，咁就完成啦。點樣可以將化石煉成獸分解呢？依家我哋就講解下要進行分解所需要嘅工具。大家而家要準備 XG 分解粉、生命良羹同埋重生之箱。將化石煉成獸放喺重生之箱上面，然後再喺上面灑上 XG 分解粉。如果使用生命良羹嘅話，就可以灑得更加均勻。然後稍為等一等，大約30分鐘開始，化石煉成獸嘅肉體就會漸漸咁變成化石。